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茂明阿土啊，观众朋友，顶礼拜咱才讨论乌克兰甲罗西亚开战的危机，周末以来，咱看到小范围的冲突不时发生，乌克兰政府甲东部独立组织互相斗对方主动攻击。当这时，美国总统拜登、欧洲各国拢在讲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悠远真悬，德国。法国遮的欧洲国家继续在用外交步数来互乌克兰甲罗西亚高墙。伫这个时阵，中国嘛对西方的国家呛声，尤其是针对美国，拢总无收煞哦。这真正是全世界拢在看。咱一直在讲，这场危机甲咱台湾是有交叉无，咱是袂当急外挂。即马国际局势内底的眉眉角角，咱今仔日做伙来探讨。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全球防卫杂志陈国民采访主任。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台湾国际法学会林登辉副秘书长。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乌克兰甲罗西亚的危机，即马是强要爆发。咱看到过去8冬伫乌克兰东部顿巴斯这个地区，不时有小规模的冲突。不过，即马 Belarus 宣布要延长因的军事演习，而且这个伫罗西亚伫乌克兰边境顶礼拜撤离的部队，即马佫重新来部署。美国的媒体讲，情报讲。乌克兰已经可能会受到攻击，因为罗西亚的部队已经收到攻击的这个指示哦。即马明斯克这个停火的协议嘛受到考验。法国总统讲，美国总统拜登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京同意要见面来会谈，总是有一个条件是无发生侵入乌克兰的代志，才有准算哦。另外，咱看到英国的首相强生讲，罗西亚可能要发动1945年，也就是二次大战以来上大的战争，这可能会冲击到台海的这个情势。即马中国外交部长来评论这个乌克兰甲罗西亚的危机，讲各国的主权拢应该受到尊重。哦，这句话中国来讲，小可有好笑吼。咱即马看到台湾的侨民有21个人留伫首都基辅，有6个人已经撤离，8个人刷到西部的这个城市。这个乌克兰甲罗西亚的危机上新的报道，咱即马做伙来看。哦，咱看到有影有紧张哦，大声，咱来请教副秘书长。咱一般来看，这个小范围的冲突，敢会甲当做这个开战的信号？要战也是歹战吼，其实普丁家己的决定吼，但是问题就是讲，伊到底是要爱什么物件？其实咱常常咧讲哦，伊如果会用伫外交摕到伊要爱的物件，伊无一定爱开战。吼，无一定爱甲乌克兰掠破面吼。因为即马即个总统，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啊吼，伊其实吼对于普丁来讲吼，伊认为讲伊常常咧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哦，来迄个勒索伊甲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所以变做讲乌东地区这部分哦，变做讲。咱就像迄个人诶家己身体咯，比如关节炎哦，发炎有无？啊，你若天气若变化的时阵吼，伊就会发炎。啊，就你人家咯，感觉讲足像好啊，啊，但是其实上咧，伊也个存在即个毛病吼。所以变做讲，常常咧发炎，伊发炎几年啊，至少有8年啊。所以变做即个代志若无解决，即个代志无解决，伊个紧张的情势会搁继续落去。但是问题是讲伊。要发生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呢，是不太可能的。是安怎讲呢？因为普丁哦，伊即摆咧心内想着讲，伊的天然气要卖出去，是要卖给德国，要卖给欧洲的国家，要卖给大陆，要卖给中国大陆。所以变做讲，伊如果若今仔日照2014年，互伊继续个经济制裁个落去，伊其实无法度趁到钱嘛，无法度去甲伊的天然气卖出去。伊主要是要伊起价。对，要起价。即摆大家你看嘛，石油啊是讲天然气拢要起价嘛，所以变
俄罗斯这个国家，伊本身来讲，这资源就丰富的，伊的天然气足多的，伊即马就是讲，这个能源战略，能源作为伊的筹码，伊即马要对付欧洲国家，要对付美国的时阵，伊想到讲，这个经济制裁要解除掉，所以伊变做讲拉高伊的谈判筹码，啊，即马再过来甲美国甲欧洲国家叫价。啊，乌克兰讲较实在，乌克兰伊重点乌克兰两部分啊，一个就是你袂用参加北约组织的，袂用参加 NATO 的嘛对。第二部分就是讲，你今仔日乌东地区你要互伊高度自治，伊变做讲你即马目前有一个叫做新明斯克协议哦，这个物件你乌克兰是毋是要照步行？你袂用讲吼，今仔日无互乌东地区高度自治，啊你今仔日去欺负乌东啊，所以你即马看伊今仔日做的什么代志，就是讲伊今仔日。俄罗斯就咧挑战讲，乌克兰的政府军就是咧用乌东这个物件吼来攻击，所以你看伊制造难民潮啊，是难民现象啊。之前人家咧讲啊，讲如果若这个战争拍落，乌克兰这边才有500万人的难民的为欧洲过，啊，但是伊今仔日制作啥？伊这两天制作60-70万人的乌东地区的难民啊。伊讲如果来搁到俄罗斯，伊搁会分一个人搁1万块的卢布啊，那有好代志啊。所以比如讲伊。普丁是用这招的吼，甲西方国家画帕拉链，你知道？这其实讲起来是种战争是不是会发生吼？普丁的决定啊，但是讲普丁即摆目前想要做的就是讲吼，伊这个泽连斯基爱亲口甲伊答应讲，伊袂个去申请加入北约。是。那西方国家嘛袂去接受讲，伊去变做北约的会员国。是。啊，另外部分就是爱落实新明斯克协议内底的内容，吼，乌东高度自治。啊，过来就是讲，伊即摆看伊经济制裁，爱甲取消掉。啊，即摆是目前普丁心内所想的物件。是，好，观众朋友，咱看到普丁是用这个谈判，甲互这个紧张的经济渐渐在中权，互来得到伊要爱的物件。咱请教吴教授吼，伫这个乌东地区这独立分子，敢完全拢会听普丁的？我想吼，这为2014年圣经以来吼，其实咱看到对罗西亚来讲，其实伊有足侪迄款困扰。为什么？因为战争愈拍愈久吼，其实对伊的经济是一种威胁。为什么？因为伊也是遮侪迄款叛军的部分。因为遮叛军伫即个所在非常的迄个足侪动作吼，比如讲，伊有当时啊穿乌克兰的迄款军事的服装，有当时啊穿迄款罗西亚的军事的服装，啊，就是要互感觉讲，这个所在非常的乱，啊，需要有一个秩序的力量来控制这个所在。但是咱看到吼，其实对普丁来讲，伊到底想要爱啥？当然，我真像丁伟教授嘛讲的，其实对于伊来讲，就是乌克兰唔好加入去 NATO 内底。但是第二个部分，伊当然嘛想要家己的天然气会当卖搁较济出去，啊，希望会当减少迄个经济制裁的部分。但是这几项对西方国家来讲，你若安尼用这种战争的手法，用战争的这种威胁，啊，就想要甲这个代志吼，拢总来做一个卡油，来做一个迄款勒索的迄款动作的时阵，其实对国际社会来讲，安尼毋是无形当中去鼓励这个威权的国家吼，譬如讲北韩啊、为中国啦来做这个威胁世界的动作，所以这种威胁的迄款行为是绝对袂当接受的。但是咱嘛看到西方国家因咧做的是上歹的拍算，但是做上好的准备。为什么讲上好的准备？因为咱即摆看到吼，到底会拍袂拍？即摆有足侪谣言，嘛足侪迄款假的消息，拢想要扰乱吼两边的迄款迄款资讯。但是咱看到讲，美国一直讲啊，即敢若有即种战争的可能性。啊，普丁讲无，真正无。啊，但是咱看到乌克兰伊嘛就是咧做准备当中。但是咱看到包括欧洲也好，包括这美国也好，这军事的物资也好，啊是这迄款飞弹也好，拢总送去到乌克兰这个所在，互伊来做准备。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伊绝对袂当互这个普丁这种威胁吼来继续落去，因为其他国家若是看样万有的时阵，安尼就足废气啊。所以咱看到是讲，对这个部分，咱甲国主持嘛讲到，新的明斯克协议内底，比如讲乌东要继续来高度自治，但是这个自治到什么程度？过去乌克兰
嘛，因咧选举的时阵，罗西亚足济迄款网军啊，吼，1450拢去甲弄因的国家的迄款网站投票地数，这拢是威胁着这乌克兰的迄个国家的个稳定。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看到就是伫即个部分的所在，其实乌克兰讲啥，其实无啥重要，其国际拢在看伊到底要做啥。这才是最上重要，因为你讲要撤军，还是要演习，这其实会当随时来做一个春秋的部分。但是这个，譬如讲，伊要撤军，撤10公里，退20公里，搁进30公里，这是其实是无啥物迄款会当互大家信服的部分。因为这大国吼，其实因讲啥无重要，做啥才是上重要的部分。是。但主任，咱搁继续来请教，拄则咱所讲的，普丁要爱伊所爱的物件，西欧的国家无要接受伊的威胁，这敢会变做一个循环，就是讲你愈袂我来，愈无要互你，安尼互危机搁较重悬。咱先来讲啊，即马一个国家吼，用战争还是讲用武力吼去恐吓，还是讲卡油吼别个国家吼，即个是踮伫国际关系上足看吼。即马二处裁定了，还是讲冷战结束了。无一个国家安尼款的吼，啊，即摆咱讲较歹听吼，即摆就罗西亚吼，卡袂着就10万人伫边境演习，吼，啊，即摆要创啊，要恐吓，要演习，也是讲要卡油，这拢有伊目的吼。那即摆吼，全世界吼，敢若3个国家有即个能力吼，卡袂着动10万人去演习，一个是罗西亚，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吼，印度甲中国，2019年有无？印度甲中国甲印度伫喜马拉雅10万人伫遐演习，伫遐创啥？无创啥，哈！啊，讲足危险的吼。咱即摆嘛是共款，罗西亚嘛共款，卡袂着吼，就10万人、17万人。啊，你甲遮个部队丢喺外口，吼，毋是讲都喺基地内底，毋是哦，爱野营爱困，吼，你甲迄部队去外口创啥？你演习的时间哪有人动遮久的啦？哪有人去年演习到即马哦？1个月、2个月、3个月，不管吼，1个月、2个月、3个月，遮济军队吼，你去边境共屯在遐，会当乌克兰会惊嘛？这是当然嘛会惊吼。咱为什么讲乌克兰会惊？乌克兰吼，伊一个平原吼，足平，一马平川，对啥物同有哩？陆军就是战车吼，甲装甲车吼，战车甲装甲车，罗西亚真济吼，真济，所以讲你要撤军吼，10公里、20公里。对战车来讲，1点钟就行到啊，吼，1点钟行到，所以不管吼，罗西亚要创吼，伊正讲吼，若正要撤军吼，伊爱甲军队吼撤回伊的基地内底，毋是讲啊，你退后10公里、20公里，迄无效。那我安尼讲是讲吼，即马全世界吼，敢若罗西亚、中国甲印度，卡袂着10万人伫演习，全世界无人安尼创的啦。是，咱看到。战车伫刷位真紧吼，对乌克兰的边境撤离吼，这可能无影哦。咱来看3种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可能性吼，咱一个来讲，头一个就是全面侵入乌克兰，用空中、地面的部队甲网络的攻击，为北边也就是 Belarus， 也是讲东边发动这个大规模的入侵的行动吼。入侵了后，可能会头一项会瓜分乌克兰，互乌克兰分做这个区域，变做殖民地。第二个可能就是伊会破塌这个亲罗西亚的政权，无听乌克兰政府的话吼，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款的组织。第三项是逼乌克兰接受罗西亚的条件。保持中立，也是讲同意无搁再甲欧洲，也是美国这个国家来合作。咱请教副秘书长，若是这款的可能敢会发生，若是未发生，有啥物因端互伊这个防止发生咧？我感觉吼，第一部分就是讲，伊要甲乌克兰灭国，灭国吼是不太可能的，无啥可能的吼。伊啥来讲咧？伊今仔日如果若甲乌克兰灭国了吼，伊其实甲北约国家是接壤的，所以伊本身就袂甲北约国家接壤的嘛，所以伊本身来讲就是讲首要目标乌克兰，你莫加入北约嘛。啊，过来就是讲伊是毋是即个政府是伊介意的？伊常常用足侪方法的吼，包含下毒
哦，毒害进前乌克兰的总统。哦，啊，用这招诶，就是讲甲因的一寡亲西方的总统甲丢落台，啊，换家己甲亲俄罗斯的人啊去安尼，这嘛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你卖看普丁安尼，就是你看伊面容无什么种异样吼，但是伊是 KGB 出来，就是以早的情报人员出来啊。所以伊变伊讲伊做什么代志的时阵，伊家己心内有咧有一个底数，就是讲吼，伊到底是要爱什么物件吼。啊，即摆就是讲伊伫俄罗斯内部吼，伊进前摕着克里米亚了，伊的支持度吼8成以上啊。国内有8成以上都支持伊的做法咯。所以即摆讲吼，对伊的所谓的重返俄罗斯荣耀啊，是讲后摆伊要变做撒谎啊，俄国撒谎啊，这个概念吼，其实爱甲注意一下，因为即摆已经做20年的总统啊，这个是22 Russia 年 again。好，所以变做讲，伊今仔日对乌克兰来讲吼，实际上伊甲确保一样代志，你乌克兰伫我以早的过去咧，前苏联还是讲第2时代迄个时阵吼，伊咧疆界范围，啊，你甲西方国家保持距离，安尼就会使。啊，第2部分就是讲吼，伊是毋是要甲这乌克兰灭国？吼，头拄我讲啊，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咧，伊可能会甲乌克兰的一寡领土吼做一个变更。头拄我讲的啊，乌东地区嘛，啊，但是但这种代志吼，讲较实在，如果伊真正甲乌东摕落来啊，俄罗斯甲乌东摕落来啊，这对乌克兰来讲，颠倒是一件好代志。我头拄讲啊，伊即个病吼，就气度掉啊，就变做讲伊后摆要阁发生即个病。好啊，伊即摆即个物件，乌东阁留伫乌克兰内底吼，永远甲拢发生即样代志，啊，你永远拢处理袂了，所以你架手柄即边遮讲的说，长期政治勒索还是讲萨拉米的这个战术，其实才是即摆普丁可能咧用的战术啊。观众朋友，咱即摆看第2步，就是咱讲切延强的这个战术吼，就是一直伫乌克兰的边境，甲军队压伫遐。第2个就是发动网络的攻击，甲对敌的行动，影响乌克兰国内的经济，致使伊接受罗西亚的条件。咱请教陈主任吼，这款的战术安怎整？这款战术就较麻烦吼。咱即摆无地图，咱即摆用一个想一个看嘛。乌克兰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吼，三角形的地图。正手柄，正手柄迄就是乌东地区。乌东地区基本上吼，去互迄罗西亚已经食去啊。咱讲较白就是安尼。咱即摆吼，乌克兰有一个麻烦吼，就是伊的国土吼，中有一条河，叫做涅伯河。这涅伯河流过中，啊，就切过乌东甲乌西。咱讲的乌东向食去，讲乌东的搁较乌东，乌东的搁乌东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基本上去罗西亚食去，啊，即马有可能哦，有可能讲后一摆吼，不管吼，乌克兰啊咱两国，可能会慢慢啊吼，这乌东的地区大部分的所在哦，会慢慢撤去，这就是切延长的战术。啊，乌克兰吼，更较麻烦的是讲，伊的下骹吼，就克里米亚克里米亚这个半岛，基本上嘛去互罗西亚食去啊，啊，罗西亚食去啊，乌克兰伊个倒手柄甲正手柄拢靠海，那。倒手边靠海这个部分有一个大港，叫做奥德萨，迄个香港吼是迄个乌克兰的对外输出的命脉就对啊吼。啊，为什么吼？罗西亚会去食迄克里米亚？伊克里米亚有一个军港叫塞凡巴斯托吼，伊塞凡巴斯托的地位就是讲咱的左营，咱的左营军港呢去中共加去啊，这所以真麻烦的哦。哪有甲地？嘿，哪有地着啊？你看。乌克兰吼，东边向食去，下一边吼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嘛向食去，啊北边伊首都基辅，阮拄讲过吼，咱拢全平原，平原一马平川那死啊！啊，罗西亚足侪战车的，足侪装甲车的，一面300-400公里，毋是问题吼。所以即马拢人讲三方包围吼，乌克兰就是安尼。啊，即马。军队拢爱啊！就问你即马乌克兰是要安怎？啊，你是要加？你也想卖加入北约，还是讲你卖讲暂时10年来讲拢卖甲西方亲近这嘛是伊的条件啊，毋过不管哪即马咱看军事经济
罗西亚就讲啊，你若德国若要帮忙伊，我就我卖你天然气嘛吼。啊，你讲你若军队要来吼，你若讲不管是美国还是叫北约军队要来，要进入俄海，我就甲你对抗吼。所以咱看军事新闻，咱看出为什么吼？罗西亚甲美国的军舰，有当时啊谈下俄海的冲突，吼，这就是种原因啊。不管安怎吼，普丁吼，伊拢布置好啊，布置好，你要军事，我就甲你军事；你要经济，我就甲你经济，吼。你要俄海甲我冲突，我就甲你冲突。所以，即马吼局势吼，对于乌克兰来讲是足危险的。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罗西亚第三步可能会用长期的政治历史。这个历史安怎做呢？就是一直维持迄个军事的紧张。这步上毒的，就是要互西方的国家的耐心无去，致使亲像北约这款的国际组织牛调来搭牛母吼。咱请教吴教授，这款的状况安怎来防止？是，咱看到吼，其实美国一开始就讲啊，这美军吼是无要派入去乌克兰内底，所以伊家己的底线吼嘛讲出来。但是你讲要牛调来搭牛母吼，这是较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咱知影对西方所有国家来讲，拢知影战争是绝对袂当发生的。啊，而且吼，对罗西亚这种卡油的方法，这种威胁的方法，若是互得逞来讲，若是安尼来互伊钓到伊要摕到的物件，是不是？安尼就足废气啊。所以对这西方国家来讲，伊当然伊嘛无想要长期吼。你亲像不管是阿富汗战争也好，还是波斯湾战争也好，这拢无想要长期吼，伫这所在来做这迄款部署军队的迄款行动。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对于迄个西方国家来讲，到即摆嘛是需要用外交的方式来做这迄款处理。但是咱看到伫2014年的迄款克里米亚战争的时阵，其实你苏联你若要拍这个所在，你上无爱部署差不多100万的军队，迄个时阵可能这乌克兰嘛，较10万的军队安尼的情形。但是咱爱知影吼，虽然讲乌克兰毋是讲这军力足强的国家，但是乌克兰嘛毋是怎做的。咱刚嘛讲到，这西方国家送伊遮侪武器，但是乌克兰是欧洲吼，迄反这款装甲。迄款装备吼，算是上好的部分。我迄个朱副主任嘛讲到，这几乎这个所在，这是足病的所在。你若是出现伫这个所在的时阵，这是足明显的目标。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对迄个罗西亚来讲，其实要安怎会当摕到伊想要摕的部分，这较是上重要。当然对伊来讲，其实你讲长期想要做一个卡油的迄款方法，但是对普丁来讲，伊要安伫咧2014年以后，一直的这个经济制裁吼，伊是互伊的经济吼，不管的迄款已经袂使会砍一个部分，所以伊嘛想要卖搁较济天然气出去，所以要透过即届的威胁吼，透过即届看会当摕到伊想要摕到的物件，所以你若讲伊直接拍入去迄个乌克兰内底，伊过去内底就是希望乌克兰会当变做是NATO甲罗西亚的阿索比的所在，即春秋的所在。你若直接拍落去了后，安尼对伊来讲，这就是当然是电倒无去的部分。所以对普丁来讲，当然伊是想要吼，就大家无共款的国家吼，或者迄款有遐领导人吼，尤其为想要选举的。接近选举的吼，伫即个时阵，若是当表现出吼，比如讲，我甲你谈判的时阵，你让我5分，伊让我4分，安尼的时阵，伊就有迄款内底会当创空的机会。但是西方国家拢知影，这绝对袂当互伊迄款分别的迄款渗透。对伊来讲，当然想要去牛调来搭牛母的即款状况。所以咱看到后壁，像伫迄个慕尼黑要开一个安全会议，这国家就是讲阮就是。统一阵线吼，大家拢讲好，就是要安尼做。对于普丁来讲，伊过去伊上好的方法就是甲一国一国安尼讲，一个甲泡破。但是即摆颠倒过来，让西方国家徛做共一个阵线的时阵，你就无法度一个去甲拍破。是，观众朋友，罗西亚伊有伊买来的物件。虽望乌克兰较细罗西亚，总是伊嘛毋是绝国的吼。咱即马来看罗西亚伫即个冷战的时期，伊的军事活动吼，伫即个苏联的时期，也就是1990年代进前，罗西亚是苏联的头人啊。伫
韩战期间，伊是支持北韩哦。另外，伫这个匈牙利革命的时阵，罗西亚共款，毋是苏联嘛派军去这个匈牙利造成20万人的难民。伫越战的期间，苏联支持北越，而且派军事顾问团，甲提供大量的武器。另外，伫这个1960到1970年，以色列甲埃及的战争，苏联出兵支持埃及联手来攻击以色列。另外，伫这个捷克的革命的时阵，苏联嘛派兵镇压捷克的革命。过来，咱看到1970年阿富汗的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有9冬遮尔长，一直到1988年才这个撤离哦。到罗西亚的时期，咱看到2014年克里米亚的危机，这就是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个所在甲食掉。另外，叙利亚的内战，同款罗西亚阁提供叙利亚的政府军备武器。另外，就是今年乌克兰的危机，就是咱即马在讨论的这个代志。咱请教副秘书长，较早苏联的时期，苏联有法度安尼做，即马罗西亚敢有同款的军事力量？以早苏联是真正是军事足强的吼，是啊，伫二战了后，其实伊伫国际上吼，政治上嘛是足强的啦吼。但是到即马伊解体了后吼，伊即马俄罗斯吼继承。前苏联嘛吼，啊，俄罗斯即马虽然是军事就是看起来就袂歹的型吼，但是吼，伊本身即个国家的经济吼，即马已经袂用啊，吼，所以大家即马就咧讲啊，就是讲伊今仔以早有法度甲美国淡薄相拼，但是即马已经是无迄个地位啊。但是伊要确定什么代志，就是讲伊家己区域的吼，即个部分哦，我讲前苏联的伊早遮共和国吼，伊的势力范围吼，伊会用确保讲无互其他国家入来吼啊，因为是其他国家要入来，你包括讲美国啊，伊早就做过颜色革命啊，想要甲因这内底一寡领导人吼民主化，啊这美国嘛有想要讲要甲普丁诱来啊，要甲普丁诱来，比如说俄罗斯民主化啊，这因这叫颜色革命嘛吼啊。对普丁来讲，政权保卫战其实才是伊即马上重要的代志哦。伊毋是讲，这毋是讲，今仔日伊要称霸全世界，因为伊家己知影讲，伊即马伫全世界内底吼，伊经济比别着中国，啊，伊军事比别着美国，啊，但是伊即马伊个已经伫区域做老大无问题，但是伊若要全球的做老大，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到即马你看即个格局来讲吼，是讲美国甲北约这些国家吼，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吼，欧洲的国家甲美国吼，其实有咧冤家啦吼。啊，特别是迄阵川普的时阵吼，讲德国讲你爱出钱嘛，啊无我派较侪人伫你遐，对无？你上无嘛爱出较侪钱的，美国做 free rider 嘛，对无？但是就是讲对欧洲国家，你看即个，大家拢徛队咯，徛咧美国这边遮来啊。所以若照即个头拄仔讲的，就是讲。基本上，欧洲国家其实袂因为这样代志去俄罗斯来分化啦。哦，啊，当然啦，就是内底有法国，伊即马要做，伊即马是轮值主席嘛，欧盟的轮值主席。啊，马克宏伊即马讲敲电话吼，普丁啊是讲德国的总理肖兹敲电话吼，普丁啊，甲普丁见面，伊迄甲伊本身国内的迄个政治是有较有关系啊。但是如果来讲要甲美国配合，你看江森讲的无毋对，江森讲的就讲，如果这样代志吼。西方国家无好好处理吼，其实吼可能大家看台湾嘛，台湾这部分嘛，啥人要安尼讲？因为过去哦，伊讲足侪西方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吼，甲迄个总统啊，拢会去基辅啊，拢会去乌克兰嘛。你甲乌克兰承诺的代志，你拢做袂到，你大家是要来相信你西方国家。所以意思就讲，迄个 commitment 迄个承诺吼。你爱做到搞，伊早有答应人的，就爱做到搞。意思是安尼。啊，既然吼拜登上台了，伊先讲后摆我袂讲用军事行动来处理中东啊、欧洲的这些问题，我要用外交手段吼来做这问题。所以你看布林肯，伊拢咧讲这些什么外交手段这物件，上重点就是讲，因为伊甲战略目标转移到印太这个所在来，已经毋是伫欧洲，毋是伫这个中东。伊如果今仔派兵过去乌克兰，伊今仔要进前阿富汗派阿富汗赶快，搁20年伫阿富汗，你看美国的美军
伊消耗伊的各项预算，伫遐无好。嘿，伊的能力，伊的国力拢伫遮啊，你是要来处理台湾这边遮，处理印度这边遮的问题。所以，比如伊有已经美国咧做战略转移到遮来，啊，我会相信讲过来吼，你看欧洲国家会配合美国做印太战略的一寡物件。哦，所以颠倒来讲吼，这边遮吼，大家会烦恼无毋对，但是颠倒来讲，台湾这边遮无一定搁较安全咧，无一定啊，因为重兵压阵伫印太战略吼，啊，迄边遐乌克兰啊，就安尼啊，就是无，也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啊，哦，啊，就局势的变做安尼。是，罗西亚甲较早的苏联已经无共款，总是以犹原想要做东欧的头人。咱来请教吴教授，看起来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较大是军事的问题呢？是因为咱知影吼，这自从罗西亚吼开始去用制裁了后，伊经济是一天比一天搁较歹。是。吼啊，当然伊过去嘛透过迄款天然气的部分吼，去威胁迄啥物波罗的海这个国家。啊，但是咱即摆看到伊即摆要卖迄款8K2号吼，互德国。咱看到美国总统甲迄个德国总理在会谈的时候嘛是讲，啊无就足简单嘛，就是用迄8K2号做一个手段。啊，咱看到德国嘛，过去内底伊甲美国的态度吼，其实是有一寡无共款的，因为咱知欧洲吼，不管是自从英国要脱离欧洲了后，法国也好，德国也好，因拢想要做欧洲的头人，所以因想要靠家己的力量吼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证明因甲美国吼过去因有共款的国家利益，嘛有共款的迄款区域的安全的迄款合作。但是做的方法吼其实是无啥共款的，所以咱看到就是讲德国的部分，当然伊有即款天然气作为伊的一个迄款手段。但是对罗西亚来讲，其实伊即摆会当做的手段并无济啦吼。其实咱看到，根据乌克兰的迄款国防部吼，因家己拢有在公布迄款威胁的部分，尤其是罗西亚吼，不管是啥物枪击也好，还是即款手榴弹啊，这威胁，其实伫过去吼，自从迄款克里米亚了后，其实拢是足济迄种足日常的部分，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当然，罗西亚的威胁是一直存在，但是这罗西亚的国防的实力吼，其实伊若是要真正来入侵也好，还是要来困扰乌克兰的部分，其实伊啊了开的成本吼，尤其是经济顶头吼，尤其咱知影吼，这外交后一步，譬如讲制裁部分，搁较济制裁落去了后，乌克兰伊嘛当甲德国讲啊，你无爱我加入你在 NATO 内底啊，你到时阵是毋是？你是毋是当对这罗西亚，譬如讲天然气的部分，你又莫要求买遐尼济嘛？啊，这对这罗西亚的经济来讲，这绝对是一个足大的迄款危险。所以咱讲经济吼有 supply 甲迄个 demand 这个部分，供给甲需求这两个部分，但是颠倒过来，你的供给甲伊的需求，这是互相定暗棍的这款工课。所以经济部分也是目前吼，大家透过外交的过程内底好话讲尽吼，啊，但是后壁手段其实是足济。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其实在西方的国家，不管是飞弹的赠送，这物资的提供，还是即摆看到吼，透过各种的外交的这款定数，其实你看泽伦斯基的讲法，就是因会做上好的准备。啊，所以咱咧看着讲，这罗西亚确实是有威胁，但是到即摆也是还未有迄款随要战争的迄种紧张。当然冲突是有足济的，但是咱在看这件代志的时候，袂当刚抱在看好戏的迄种感觉，在看这场战争，因为战争来讲，对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无一个人民是会当得到任何好处。是。咱继续来请教陈主任吼，较早伫苏联时期，苏联是一个足大的武器的这个输出国吼，即马罗西亚敢阁有相款的能力？咱来讲哦，都武器吼会进化吼，啊人嘛会进化，思想嘛会进化。是。古早吼，苏联时期吼用战车哦、战斗机吼，啊你要派军队出去，你要派军队出去吼，你若派军事顾问哦，伊有去越南问军事顾问吼，你有古巴吼，古巴有军事顾问过吼，啊你若要讲派军队哦，伊嘛有吼，军队嘛有吼，啊你军事顾问嘛有，啊你若第三条武器互你吼，所以咱看咱古早一寡世界吼，一寡国家，比如说埃及吼、古巴吼、越南
吼，罗马尼亚，伊拢用米格机，吼，拢米格21、米格23、米格27，吼，等，吼，变做讲米格机就是讲苏联输出军事的代表，吼，咱讲啊，咱古早有耍游戏啊，击落米格机哦，奖金3000块，吼，哦，你看迄个时阵，米格机就是代表讲苏联军事输出的代表。啊，即摆无共款啊，即摆苏联经济较歹，啊无要紧，伊会进化哦，伊会进化讲，正规部队无要紧，我派民兵，哦，民兵我穿衫，咱讲的罗西亚的语言甲乌克兰语言其实有小可相近，啊，你到底是姓啥的？啊，你是乌东地区呢，还是讲罗西亚的军队无人分得清楚吼？这是讲民兵的部分，啊，民兵的部分，啊，即摆佫会使进化讲用一寡小绿人部队，啊，用。网络战争，哦，网络骇客，还是讲咱即摆吼，毋讲啊，即摆有小规模的冲突，吼，冲突了后无要紧，啊，拍几枚啊迫击炮弹，迄其实伤害无大，哦，啊，其实伤害无大，伊安创呢，会使做直播，吼，直播讲啊，咱会使伊操弄伊媒体讲啊，即摆吼，啊，咱罗西亚吼要派军队去拍，即摆战争有安怎啊，其实迄伤害无大，啊，如果你透过吼手机也是网络哦直播啊，讲啊。大家惊吓讲啊，这可能足危险，足危险。哦，这就是心理战术。吼，心理战术讲，以免派较侪军队，啊，毋过会使小成本，吼，会使大效果。啊，这是毋足好，其实对罗西亚来讲足好的。啊，这为什么咱爱提防讲？啊，咱对方嘛是可能嘛会安尼做。吼，所以咱看国际新闻，咱是讲，对方会安尼创嘛。那是安尼创，咱就爱警惕。吼，咱警惕来讲，对咱来讲吼，这是一个好处。咱搁较补充一下讲，其实吼。乌克兰吼要加入北约吼，其实要10年啊，10年时间的西方国家无爱插伊，我讲伊无可能互你立白吼，伊知影立白讲吼，你若讲吼乌克兰吼加入北约吼，伊会触动迄罗西亚的实力范围吼，实力范围之内吼，你要当着我的实力范围，我罗西亚绝对甲你拼命吼，所以伊无可能吼，西方国家无可能吼乌克兰加入北约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西方国家嘛足巧的啊！伊讲，美国我无爱拍兵，啊无要紧啊，我武器互你，吼，标称的反战车飞弹互你，吼，先互你哦。啊，英国嘛有我一寡反战车武器互你，啊，我讲较歹听，迄英国互乌克兰的反战车武器，迄拢要过期啊！哦，迄拢要过期啊！差不多要10年了，10年了差不多7、8年互你，但是佫会使拍，啊，毋过伊就甲吼要淘汰武器先互你乌克兰吼，所以。咱安尼讲啦，国际政治吼是足现实的吼，足现实的。讲莫想阁伤美好啊，讲较歹听吼，乌克兰即摆威胁讲足危险的，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吼，所以咱会看讲啊，伊的国防部啊，讲啊，伊的号召讲啊，你的啥物不管是这正规军还是讲你民兵吼，拢爱互我来定足去上战场吼，这是让因的国防部做的，我是感觉这是正确的吼。咱看还有新闻讲啊，一寡乌克兰的中年的妇女，家己也穿吼，啊家己也穿吼，家己去拍庆记啊试弹，这拢是正确的吼。这也表现讲吼，罗西亚来讲，哦，你真正要甲我拍，我除了查甫啦，我查甫嘛甲你拍吼，所以我感觉这会使互咱借鉴，会使互咱借鉴就对啊。咱讲。虽然讲啦吼，咱爱提防讲吼，罗西亚伊的战术会精进吼，会演变吼，咱演变了中国会捡起用无？这是咱爱较注意的。互咱看到现代战争的形式已经无共，乌克兰这个国家好伫伊全民拢有保卫家己的决心吼。咱来看到为着维持欧洲的安全，有一个慕尼黑安全会议，自1963年以来已经。开会拢开到即马哦，伊即马是观察欧美关系的这个指标啦。咱讲啊，这个伫较早吼，伊的重点拢是咧讨论欧洲甲全球的安全的个议题。伫2001年的时阵，911事件了后，焦点是伫反对恐怖主义甲中东的议题。到03到2006年，拢是中东以及咱讲伊斯兰国的问题。到2013年，即马讲到全球的治理，甲咱知影的欧洲的债务的危机吼。不过，甲咱台湾
上有关系，就是即边慕尼黑的会议吼，罗西亚无参加，这是30冬来头一摆无参加。另外，咱看到乌克兰的总统呼吁讲，要甲罗西亚的总统见面，伊无顾美国的警告，仍有缘是参加会议。另外，咱看到德国的外交部长。伊伫谴责罗西亚，讲伊甲军队压伫罗西亚的边境吼，提出要甲冷战时期同款的要求，是破坏全球的这个秩序。另外，北约的秘书长伊讲到上重要的，咱看到北京，也就是中国加入罗西亚，伫限制北约组织收新会员的这个自由。因想要改写国际的这个关系，咱请教吴教授，这影响到咱台湾是会安怎形式？是咱头一个吼，咱我主持有讲到，这罗西亚30年来吼，第一届无参加这个安全会议。为什么？因为1992年了后，其实苏联解体。了后，其实咱看到讲，过去NATO吼北约内底，其实伊上大威胁就是苏联。苏联解体了后，当然伊过去吼，NATO 是甲迄个华沙公约组织在对抗。伊上大威胁苏联解体了后，等下就等于无敌人啊嘛。所以无敌人了后，这有两种。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啊，若已经完成啊，就应该解散。另外一种就是讲，其实毋是哦。这威胁一直抑个伫咧，所以爱找新的威胁是啥？所以咱看到即届吼，中国真正是一个石头吼放落来。为什么？因为咱会记吼，伫过去吼，川普甲迄款甲拜登在选举的时阵，其实美国一直有一个讨论吼。对拜登来讲，这中国是威胁，但是对迄个川普来讲，中国嘛是威胁。但是过去来讲，咱个民主党甲共和党内底，因到底感觉苏联是威胁，还是中国是威胁，是有辩论过。但是过去吼，这中美这科技战，还是经济战的部分，其实已经把迄款所谓世界威胁吼，转移到是中国身上。即届吼，咱看到普丁安尼威胁迄个乌克兰的部分，其实咱看到是讲，中国的心。终于放落来，因为过去内底，因为咱看到不管是奥运也好，其实足侪国家拢已经在抵制中国的这行为，所以咱看到哦，你是即个足趣味的，咱看到北约秘书长嘛讲啊，咱看到即摆北京加入这莫斯科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伊安尼讲？因为伫奥运的时阵，普丁去参加北京的奥运，伊甲中国吼有签一个迄款中俄的联合声明，内底上重要一句话就是讲。反对外部势力来干涉两国的内政。两国内政，咱看到即届王毅吼嘛，因的外交部长去参加这场会议，竟然佫开始讲，咱尊重各国的主权的完整加安全的部分。甲无超过一个月，你的讲法竟然颠倒头来，所以这过去来讲，按中国的迄款承诺吼，是毋是？这敢若放水流共款？其实咱嘛拢知影，中国的甲人讲的，迄其实拢是凊彩讲的啊。你亲像香港的问题、台湾的问题，逐项嘛拢凊彩讲的啊。甲人签的协议嘛是会当随时讲伊迄是历史文件。所以咱看到讲，头一个部分就是中国吼，原本是足惊全世界甲迄款要制裁力量吼，转到中国身上，好足无简单吼。这个普丁跳出来讲，我要来甲乌克兰吼，这解决这乌东的问题的时阵，伊当伊转移迄款焦点，吼，这是上重要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当然对全世界来讲。其实已经，咱看为这1945年了后，其实全世界已经无迄款世界大战。对。但是咱看到自从冷战了后，吼，美国甲苏联，因两个到底是啥物关系？是一个非常这个对立的关系。但是咱知影冷战要结束进程，美国是联合中国来对付苏联。但是苏联解体了后，即摆迄款罗西亚伊想要掠。吼，招
中国吼来对付全世界。是啊，所以咱看到讲，伊即种迄款斗争的迄款想法吼，拢是想要邀朋友来甲全世界对抗。是，但是对迄个习近平来讲，伊知影今年是伊上重要的部分。哦啥物叫上重要的部分？就是伊20大。吼，这伊的迄款政治的连任吼，伫今年爱顺利完成。啊，所以伊即摆吼，伊若世界搁去出征去斗争的部分，安尼对伊的连任吼，这是一个足大的威胁。吼，所以对伊来讲，绝对袂当有任何失角差的情形。所以咱看到讲啊，即届王毅吼，伫即场会议顶头吼，讲的话竟然甲遮安全会议遮外长啊，佮讲的话，小可有一寡共款的情形。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中国吼。这为着伊家己的利益，有当时啊看人讲人话，啊尤其是吼，在过去的中国这一带一路在行出的战略吼，其实已经威胁到罗西亚的伊款经济的部分，因为过去伊拢透过这去甲罗西亚的这盟友吼，这交配，啊所以伊伫遐投资嘛是有足侪迄款趁钱的情形，所以咱看到国际社会嘛是知影因两国吼，中国甲罗西亚是有矛盾的，所以伫遮来做一寡迄款处理的情形。是。咱请教陈主任吼，拄正讲到军事的代志，即马中国敢有取代较早的苏联，变做一个武器的输出国的这个形势？即马是咱来讲啊，虽然讲吼，罗西亚吼，咱前苏了苏联吼，解体即马罗西亚吼，罗西亚过去吼，在武器互你吼，军事购物互你吼，也是讲派军队去。啊，即马中国是安尼哦，咱爱注意吼，为什么爱注意？讲中国伊足巧。足巧讲，伊知影讲吼，伊看到吼，罗西亚吼啊苏联解体吼，所以伊袂去打伊的失角差，吼，伊袂失角差讲，我袂去甲美国吼做全球的竞争，但是呢，伊会当亚洲吼做区域的强权，吼，这是咱会使决定的。啊，区域的强权咱会使表现讲啊，伊伫南海九段线的政策吼，咱看到啊，讲对台湾问题嘛是共款，吼，咱咧看中国对日本啊，伊要看。伊个要拍日本，啊，嘛要拍美国，啊，甲咱顾台湾，吼，嘛要顾南海，吼，所以咱会使吼，谈伊的谈话中看就讲，其实中国吼，要做吼区域强权，吼，这是确定啊，区域强权确定吼，咱去看伊讲，伊有啥物部署吼，比如讲，伊增加吼对台湾吼，不管伊的无人机吼，来踮咧防空识别区，也是讲吼对日本吼，伊嘛是共款吼，嘛是共款，咱个较惊吓是讲吼，伊有海外基地哦，吼，基布地，吼，基布地，所以咱看出去的吼，不管吼，伊是讲也是要做区域强权，还是讲吼，伊去中东吼，这拢咱爱较注意哦。为什么爱注意讲吼？其实代表讲吼，中国有部分的军事能力吼，会使吼去中东。那对咱来讲吼，咱较注意的说啊，看到咱乌克兰吼，甲俄罗斯咧烧一下讲桥盾，咧看讲咱乌克兰吼要安怎做吼，咱。万一中共吼若是 copy 吼罗西亚的做法，不管是讲伊是讲网络战争，啊是讲直播，还是讲民兵吼，咱有这个机会，中共若是安尼做，咱要哪创吼？这是我是感觉吼，咱看国际新闻吼，咱紧张看原来乌克兰要安怎做吼，咱就安怎做，我是感觉这较是正确。是。观众朋友，咱来看国际社会对这摆危机的画草吼，主要分做两个部分。咱中华战略学会的张景研究员讲，即马看起来无开战的这个形势吼。另外，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英教授讲，无人想要战争啦，唯一的办法是乌克兰家己讲无要加入北约。另外，咱阁看到美国 Rochester 大学的政治系主任Randall Stone， 伊讲，这个若是真正战争，会互北约的经济制裁扰乱罗西亚的立场。刷落来，咱来看上重要的是下骹所讲的，英国首相强生讲，这个乌克兰若是互罗西亚这个侵略得手吼，会冲击到全世界，特别是台湾。另外，咱的驻德国代表。这个贾志伟讲，无可能，中国是有可能趁这个机会入侵台湾，因为伊会学罗西亚的款。另外，两华交流基金会赖义中执行长讲，
那是西方各国无对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这个动作做一个更较好的回应吼，会互中国方面伫因在想讲要侵略台湾，更较大胆吼，咱来请教吴教授，敢是安尼？咱都爱需要烦恼。是，我相信吼，咱赖议中这种吼，伊的款提醒吼，这是咱全国的人民吼，拢爱会记得重点。为什么？因为咱即届看到吼，不管是欧盟也好，还是美国也好，全力来支持乌克兰。袂使互这罗西亚来入侵，吼，互伊有不管是武器也好、物资也好，全部拢甲你送到位。然后上重要的讲，因透过外交的手段来防止吼，这罗西亚来入侵。其实咱看到过去吼，伫迄个Q 巴危机的时阵，美国嘛是甲讲啊，这你苏联吼，你哪会使运飞弹来阮兜后院吼？对我来形成这个威胁的部分，所以要求吼，这前苏联吼必须要把这飞弹拢总搬转，无啥物任何条件会使换。吼，所以咱看到讲西方国家足清楚的，就是甲罗西亚讲，你若是入侵乌克兰的部分，歹势啥物物件你都拢换袂着。啊，你若想要透过战争的方法来摕到啥物歹势，这民主国家是话对无法度接受。哦，所以咱看到讲民主国家的迄款底线是足清楚的。啊，但是对迄个罗西亚来讲，因到底想要摕到啥？吼，其实咱看到讲，这包括咱德国代表吼谢志伟伊讲的，中国当然伊嘛是有迄款可能性吼，会趁机会想要来扰乱台湾。其实咱看到讲过去一段时间内底，三不五时就来甲咱扰乱吼。不管我副主任讲的，迄防空识别区一直来遐飞。啊，敢若好神的赶袂去，但是你佫袂使讲安尼就甲拍落来，还是安怎？但是咱看到讲，咱国家的立场是足正确的。为什么？根据联合国吼的迄款宪章来规定吼，任何国家拢无宣战权，拢绝对无宣战权。但是任何国家拢有抵抗权吼。但是你。只要若是甲我威胁到，你若是拍一粒飞弹来，还是任何个差情的时阵，你就会受到我的抵抗。哦，所以咱看西方国家嘛是遵守联合国的宪章的部分，所以迄个对各国的迄款主权领土的完整吼，咱看到是讲对这西方国家拢已经觉醒啊。这个过去迄款绥靖的这款政策吼，已经无法度继续落去啊。所以讲对中国。袂甲因，就是袂听因的话，袂接受因的威胁。最上重要就是讲，西方国家拢是甲罗西亚讲，这就是阮的战略清黑，唔是讲迄款战略模糊的迄款做法。所以足清楚甲我底线画出来。你若是搁安尼，我就是我都搁忍受。吼，你像过去中国吼，伫南海啊，我一个迄款岛啊，礁啊，愈做愈大。你若无较清楚甲讲，你袂使安尼做的时阵，安尼伊就会愈来愈大兴起来。啊，所以对中国来讲，伊当然伊嘛看到罗西亚的这种做法。哦，当然，我看到赖议长就是这种就讲，一定西方国家吼，伊一定爱对罗西亚的动作哈，爱做出回应。吼，这回应有足侪款的做法，啊，这就是爱一个足明确的一款过程的过程。是南海迄阵，美国是甲航空母舰驶去南海，敢是针对中国讲你唔通收超过。这唔是干那美国甲航空母舰驶来啊，法国也来，英国也来，拢足清楚，就是甲中国讲，南海是自由航行的迄款海洋，这是全世界大家拢会在经过。这唔是你讲，这是自古以来，这就是我的迄款领土领海。因为咱即摆是国际社会，咱爱遵守国际法、海洋法各种的法律。啊，但是唔是讲你讲就准拄算，吼，因为咱过去中国就爱讲历史啊，就爱讲过程，但是咱即摆讲法律，吼，这国际法内底有足侪迄款要求甲规定。是，真多谢三位来宾，咱明仔载再会。